為咗慶祝澳門方丈學校建校30週年，以及紀念五四運動107週年，我校學生於4月29日、30日舉辦咗校園午間劇場才藝表演，同學們積極參與，禮堂內氣氛熱烈，充滿青春氣息。4月19日嘅節目依次展開，通通樂隊負責開場演出，其後有學生獨唱、歐陽追老師與學生合唱、學生話劇表演，以及特色學生跳繩展演等多元節目。整個演出編排緊湊有序，類型豐富多樣，台下師生專心欣賞，安靜投入，認真感受每一個舞台瞬間。4月30日繼續帶嚟咗唔同類型嘅演出，民樂團演奏樂曲，旋律悠揚；合唱團以和聲演繹曲目，整齊動人；舞蹈表演節奏流暢，姿態自然；校園歌手現場獻唱，狀態穩定。師生一同登台，配合默契，透過咗多元嘅節目，展現咗日常鍛煉嘅成果，亦都充分彰顯到本校學子嘅青春風采以及文化傳承精神。時事活動唔單止豐富到學生嘅校園生活，亦都讓師生喺觀賞演出嘅過程之中，更加深刻理解到五四精神，培養愛國情懷。活動激勵學生以青春之力擔當時代責任，喺逐夢嘅道路上面穩步前行，亦都為學校30週年校慶以及五四紀念運動留低咗充實而有意義嘅一頁。